所以讲呢，虽然呢，到尾伊个福星取消的时阵，要来轮回的时阵，毋知会当呢，是过去安尼，迄个因缘，成好的因缘去成熟落咧，所以讲因担心，所以讲呢，因会赶紧即时想要求书一纸，会当超脱即个生死轮回之中，这是不可讳言。所以讲，因为有替天仙，替天神来求导伊的实情呢，用呢透过咱装点的书，甲咱书笔呢，会当互咱做一个了解。来当然，咱体会讲，天道一个思想，实在啊，咱求了道，人讲虽然求道了后，爱搁继续透过进修，人讲修道、行道，到尾到了道到正道、成道，那么咱即段中间呢，有一个过程，所以讲必须呢，头仔点了书嘛，甲恁书笔甲伊讲，毋通干那一时感动尔，爱付诸啥物，就是行动。这必须呢，咱每一个人呢，拢爱深深去思考的一个